嘅嘉賓咧，上前為我哋嘅醒獅點睛嘅。首先有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崔世昌先生。繼續有請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澳門銀行公會主席葉兆佳先生。有請全國政協委員、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耀東先生。以及有請瑪麗銀行澳門董事長孫豪先生。有請咁多位喺我哋醒獅面前先望一望正前方大會攝影師嘅鏡頭，先嚟一張合照。我哋今日嘅媒體朋友咧都眾多，我哋俾大家影多幾張靚相。你估嗰度收曬而家佢要講。好，唔該晒。首先我哋先有請咧咁多位主禮嘉賓為我哋進行砧花掛紅嘅儀式。醒獅點睛儀式。
照流年。同時咧，亦都係祝願我哋嘅服務站啦，福客盈門，生意興隆嘅。我哋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喺我哋工作人員咧處理好我哋咧擺靚個位之後，馬上就望向我哋正前方大會攝影師同埋媒體朋友先嚟一張合照。好，望一望正中間。好，再嚟多幾張。好，繼續仲有。好啦，我哋都再嚟多一張相啦，就係有另外一個 pose 係咪？我哋轉一轉我哋嘅 pose 先。我哋咁精靈嘅獅子，當然啦就要為我哋嘅服務站啦帶來滿滿嘅生氣。亦都希望我哋服務站為我哋澳門嘅市民以及係旅客咧帶嚟更加便捷嘅服務㗎。我哋有請咁多位再望向前方鏡頭，再嚟張合照。多謝。唔該晒咁多位，再一次多謝晒咁多位主禮嘉賓。現在咧，我哋進入到今日最激動人心嘅時刻，就係剪彩儀式啦。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移步到我哋活動主展版嘅剪彩區，共同咧就係執展開幕嘅。有請咁多位，我哋有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崔世昌先生，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澳門銀行公會主席葉兆佳先生，繼續有請全國政協委員、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耀東先生，馬記銀行澳門董事長孫濤先生，銀河娛樂集團市場推廣及活動策劃事務董事謝振國先生，以及有請全國政協委員、馬記銀行澳門董事陳華強先生。亦都有請我哋嘅禮儀小姐為咁多位嘉賓獻上彩帶同金紙。我哋先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咧，手執我哋彩帶同金紙咧，先望一望正前方嘅大會攝影師先嚟一張合照嘅。我們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先看上正前方正在舉手的大會攝影師，先來一張合影。好，仲有我哋媒體朋友，咁各位準備好啦，我哋邀請全場嘉賓同我哋一齊倒數3聲咯嚇，準備3、2、1，金展一開，紅袍大展，祝願澳門銀行、馬來銀行澳門金融理財服務站開業大吉，攜手開創金融加文旅融合發展嘅新篇章。再一次恭喜晒咁多位，我哋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可以向中間靠攏，我哋再嚟一張合照留念。好，有請咁多位看向我哋正前方大會攝影師同埋媒體朋友。好，我哋正前方大會攝影師，仲有我哋咁多位嘅媒體朋友，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謝謝，非常的感謝，再一次多謝晒我哋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尊敬嘅各位來賓，我哋今日嘅澳門銀行、馬來銀行澳門金融理財服務站順利揭幕，歡迎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可以手兒欲步進行參觀嘅，亦都就係今日全面開放體驗我哋澳門銀行、馬來銀行澳門金融理財服務站，歡迎各位可以去參觀一下，有請咁多位。